台湾进前防外国媒体合作过路人的地狱。今仔日台北市下东派议员就针对这个议题召开记者会，要求交通局检讨人行道设计无好，或者是违规停车等等的问题，希望对为学校、病院周边开始改善，再来推动到其他所在。 无实体人行道的标线型人行道，虽然是要规划互人行的，不过常常有汽机车伫顶悬违规停车。就算有实体人行道，亲像在安国中附近这条实体人行道，上下敢若77公分宽。台北市人行道设计无好势状况未少，车集下东派议员召开记者会，要求市府改善。轮椅的部分要至少90公分以上才能通行。原举检举在111年是27233件，但是到去年的时候是32378件，违规太阳其实是增长的，在每10万人的交通死亡数算起来后，已经是台湾最低了，它也是日本的5倍多。过去10年啊，我们车祸死亡35000人，车祸受伤360万人，我们经济损失每一年是150亿美金，我们盖高铁就花了150亿美金。市机关要求市府检讨校园、病院4科位的人行道状况，而且透过工程、教育、执法等等手段增加安全，搁再延伸到其他的所在。好，如果这条标线型人行道已经2年、3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。 民众的访谈，它是有条件成为实体人行道。过载的哈，我相信那个公务局，他们应该也会有个清单哈，慢慢来逐步能够来落实。交通局表示，针对汽机车伫人行道违规停车的部分，认为执法会使搁再加强，但是这牵涉到停车空间规划的问题，交通局也会搁再讨论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